太惨了。整个这个拍摄期间，结果正好赶到了这个黄梅天，就是他没完没了的这个下雨，这个水真的是太多了。雨再下大一点。再下大一点。现在雨是变大了吗？是导演。雨有一点点大了。等一下雨，等一下雨吧，雨有点大。这两天其实2天就拍了2个镜头，因为一直在等雨停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剧组是个靠天吃饭的一个小团队嘛，每天都是抽空在雨停的过程当中进行排练，加上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，确实是会影响到原定的拍摄的进度。给我。发现我的这个筐子里每天都会有新出现的零食。估计他们都是在家。什么空调？牙签牛肉我还没开封就这不是我吃的，这不是，而且还把袋子留在那里，太恶毒了。有没有什么音乐不下雨？天不下雨。天不刮风，天不下雨，天上有太阳。眉不开口，眉不说话，内心怎么想？只有第一句是靠谱的。晴天。我目前为止就是遗憾，就是阳光还没有来啊！我快点等那个阳光来了，我好拍一点有阳光的戏啊。咱们西安江水库也是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9孔齐开。黄花酒标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放水了。哇，大坝放水，或者咱们回宾馆，发现宾馆已经没有，不就是我们宾馆旁边的大坝？雨再下大一点。雨呢？雨本来就不够大。拍电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把我们能拍的部分全部都拍掉了，现在就等阳光。今年这个雨水也是60年之未遇啊。原来从来没有9孔泄过洪，今年60年第一次。它为什么泄洪？因为大坝我们整个的标高它是108，水位太高了，怕大坝这个承受力不行。我们台词改掉，一会儿一边走一边说这段。整个的这个拍摄过程的这个心情其实也是很复杂，真的是哎呀太不容易了。但是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有那么多地区就遭遇了这个水灾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又很幸运了，就是我们还没有被，就是我们没有冲掉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拍电影，只不过是我们需要一个日出，